歡迎大家再次收睇馬迷智頻道。3月30號沙田日賽圓滿結束，潘頓今日傷後復出，成績都算係唔錯。好彩我哋嘅精選馬匹舉步生風，冇俾潘頓嘅氣勢嚇窒，順利贏咗頭馬。剛好答啱潘頓嗰隻天天同樂中2重彩，希望可以幫到摯友們贏錢啦。今日我哋有匹馬值得留意，同埋會分享嚟緊星期3嘅心水，記得由頭睇到尾啊！馬迷智嘅成立目的係同廣大馬迷分享一啲揀馬心得，一齊以小博大，刀仔鋸大樹。如果中意我哋嘅分析，就記得訂閱啦。深立演藝特約，上將有好嘢。今日我哋潘一哥復出，2場嘅級制賽都俾佢攞咗隻擂台等嚟跑，可惜佢只係能夠贏到現今全球最高分嘅短途馬嘉應高升，而另一隻標之銀河就喺一個左塞右塞嘅情況底下，飲恨攞到第2。咁但係呢一場嘅第2，我個人認為佢只係輸咗陣上取位嘅運氣。加直路嘅時候，仲有200米到終點，班德里隻智勇神駒就唔俾位潘頓出。見到騎師有咁嘅拼搏精神，喺短兵相接嘅情況底下爭位，身為馬迷極之欣賞呢一種嘅表現。而今次我哋嘅備忘馬喺陣上就無擠無阻，自由奔放咁狂放，佢所做出嚟嘅段速都相當厲害，居然放到翻嚟唔單止冇腳軟，仲頂到一隻嘅3甲。呢一隻就係嚟自第8場14號告東尼馬房嘅劍無名。劍無名排住6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係普通。騎師巴道出一閘之後，並冇刻意推騎劍無名去搶頭嘅，而佢係用自己嘅天生速度搶喺前面嘅位置度競跑。騎師巴道冇刻意去撳慢劍無名，而係由得佢喺前面自由奔放咁狂放。劍無名頭2段嘅分段時間快過4班嘅標準時間秒幾咁多，而劍無名去到末段300米先至俾頭馬南區之星過，到尾150米先失 Q， 所負嘅頭馬距離都唔係好遠，放到咁快，總時間都快過4班嘅標準時間。可以見到劍無名今次總算係試出彩虹，相信好快喺4班度會交出頭馬。今次埠谷賽事採用 C+3 跑道，呢一條嘅跑道傳統上嚟講係比較有利於排內檔嘅馬匹。同時間埠谷嘅跑道最後一段嘅直路比較短，所以對一啲放頭守好位嘅馬匹，往往都可以佔盡先機，去到最後衝刺嘅時候力拒來犯，頂到尾而奪灰。而咁多場嘅場次當中，啱啱就有一匹起用前置嘅跑快馬匹，而同場嘅賽區亦比較少放頭馬。換句說話講，呢一匹馬正常嘅形勢上，佢會佔盡先機，大大提升佢爭勝嘅機會。呢一匹馬將會列陣於3班嘅1650米，而佢所屬嘅馬房近日成日俾觀台嘅評馬人都話佢啲馬冇打搭贏，而我對呢一位練馬師嘅評價相當之高。今次推介佢嘅馬匹就係呢一隻今季已經有頭馬交出嚟嘅時時精準。時時精準係一匹4歲紐西蘭嘅自購馬，今季已經適應咗水土喺埠谷贏出頭馬噶啦。今季3、5、4場次裏邊，佢贏出嘅頭馬水準相當之高。首先佢贏咗今屆埠谷狀元太陽勇士，之後太陽勇士再出都攞到2個 win 同1個第3。第二，佢贏馬姿態說服力相當之強，尤其是係末段嘅時候。第三，今次嘅形勢對佢好有利，即係跑翻3、5、4場次嘅水準嘅話，佢贏馬機會都相當之大。時時精準排住9檔起步，出閘嘅反應都係一般，但係騎者田泰安立心就要將匹馬放喺前頭度跑，頭段大力推騎，展示好大搶頭嘅決心。由於時時精準已經上咗口，頭2段嘅時間都快過標準時間，第3段稍為放慢少少，進入直路之前，我當成紮馬都衝上嚟挑戰，同時時時精準一齊跟前嘅馬匹，好似我做到和平波進入直路嘅時候都已經腳軟，太陽勇士喺外面一衝緊上嚟，以為佢好輕鬆就可以過到時時精準，點知時時精準可以揮 back， 已經喺3班贏到馬嘅太陽勇士，可以見到佢鬥心相當之勁，佢嘅埠谷1650米嘅勝率相當之好。利時標行特約投注錦囊，呢一場我哋要4號時時精準，8號大學生，9號有財有勢，1號獨角獸。如果識打桌球嘅摯友們都應該知道，打桌球同跑馬都一樣係一個鬥智鬥力嘅活動。而家只要你係我哋馬迷智頻道嘅訂閱者，去位於尖沙咀明城會打桌球，黃金時段下午5點至晚上11點可以享全單7折，其餘嘅時段仲差唔多有半價優惠。快啲打電話去明城會睇下有冇台，用打桌球去鍛鍊腦筋，繼而去幫助跑馬啦。最後都希望馬迷們幫我哋點讚、訂閱、撳埋個鐘仔，接收我哋第一手嘅資訊，亦都可以留言俾我哋集思廣益，作深入嘅賽馬交流。最緊要就係分享埋俾你中意跑馬嘅朋友啊！祝大家贏多啲，我哋下集再見。